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布拉，今麦要来甲大家分享5月15号真头三石的版路来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咱即麦开始今仔日的第一版，咱即版的版头呢是控诉来开伫的第一支，所以咱是对4月24号才来看版头控诉吹着了，咱先来吹着版头顶5期的第一支、2期、4期、5期，顶5期的第一支是07，咱的07吹着要来甲合数39。所以39来减掉7就是32，32会要伫版头的下2期来开，一期、2期来32一只。来，咱继续要再来看到，伫个5月5号，版头控诉小翔再来开伫第一期啦吼，所以先来找到版头的顶5期的第一期、2期、4期、5期，顶5期的第一期是01，咱的01要来个合数39，所以39来减掉7就是38。38会要伫版头的下2期来开，一期、2期有无？38一只。来，咱一只要个顺续来看到5月9号版头控诉又过来开伫第一期，所以先来找到版头顶5期的第一期、2期、4期、5期，顶5期的第一期01，咱的01来个合数39，所以39来减掉这就是38，38会要伫版头的下2期来开，一期、2期38。只，来咱刷落来，再来看，伫个5月13号，版头控诉又过来开伫第一期啦吼，所以先来找到伊顶5期的第一期、2期、4期、5期，顶5期的第一期07，咱的07要来个合数39，所以39来减掉7就是32，32会要来伫版头的下2期来开，一期、2期32，这就是咱5月15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。5期，咱继续要再来看后一版。这版的版头呢是36来开伫的第5期，所以咱对4月18号才来看版头36找到了，咱要先找到版头顶5期的第5期、2期、4期、5期，顶5期的第5期31，咱的31要先来甲加上2，所以3十来加2就是33嘛吼，33会要来伫版头的下4期来开。2期、4期来33一只，来咱一只要搁继续来看到4月19号，版头36小翔再来开伫第5期，所以咱先来找到版头顶5期的第5期、2期、4期、5期，顶5期的第5期33，咱的33共款要来甲加上2，所以33来加2就是35，35会要来伫版头的下4期来开，2期、4期有无？35是毋是一只？来，咱再来看到，伫个4月25号，版头36小翔来开伫第5期啦吼，所以先来找到版头顶5期的第5期、2期、4期、5期，顶5期的第5期36，咱的36要来甲加上2，所以36来加2就是38，38会要伫版头的下4期来开，2期、4期来38一只。来，咱刷落来要再来看到。伫个5月10号，版头36小翔来开伫第5期，所以先来找到版头的顶5期的第5期、2期、4期、5期，顶5期的第5期11，咱的11要来甲加上2，所以11来加2就是13，13会要来伫版头的下4期来开，2期、4期13，这就是咱5月15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5期，咱刷落来再来看后一版。这版的版头呢是38来开伫第5期，所以咱要对4月16号才来看版头38找到了，咱先来找到版头顶4期的第4期、2期、4期，顶4期的第4期是27，咱的27要来甲减掉23，所以27减23就是控诉会要来伫版头的下7期来开，2期、4期、6期、7期来控诉一只。来，咱要搁继续来看。伫个4月26号，版头38小翔来开伫第5期啦吼，所以先来找到版头顶4期的第4期、2期、4期，顶4期的第4期是27，咱的27要来甲减掉23，所以27减23就是控诉会要来伫版头的下7期来开，2期、4期、6期、7期有无？控诉一只。来，咱一只要搁来看，伫个4月30号，版头38。又过来开伫第5期，所以先来找到版头顶4期的第4期、2
四支，顶四支的第四支33，咱的33来甲减掉23，所以33来减23就是1空，1空后尾伫板头的下7支来开，2支、4支、6支、7支，来1空1只。来，咱要搁继续来看到，伫5月7号板头38，共款来开伫第5支啦吼，所以先找伫顶4支的第四支，2支、4支，顶4支的第四支20，咱的20要来甲减掉23，所以24来减23就是01，01就要伫板头的下7支来开，2支、4支、6支、7支，01，这就是咱5月15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国旗。咱继续要搁来看后一版，一版的版头呢是39来开，所以咱要对4月15号才来看版头39来找到了。咱刷来先找到版头顶3支的第3支，1支、2支、3支，顶3支的第3支是26，咱的26找到来甲加上3，所以26来加3就是29，29会要伫版头的下8支来开，2支、4支、6支、8支，来29一只。来，咱继续搁来看到，伫4月28号，板头39小翔一只来开啦吼，所以咱们先找到板头顶3支的第3支，1支、2支、3支，顶3支的第3支是25，咱的25要来甲加上3，所以25加3就是28，28来要伫板头的下8支来开，2支、4支、6支、8支，来28一只。来，搁来看到5月1号，板头39小翔一只来开，所以咱先找到板头顶3支的第3支，1支、2支、3支，顶3支的第3支是17，咱的17来甲加上3，所以17来加3就是20，20要伫板头的下8支来开，2支、4支、6支、8支，来20一只。刷落来，咱要搁来看到，伫5月6号板头39小翔一只来开，所以先找到板头顶3支的第3支，1支、2支、3支，顶3支的第3支20，咱的20是要来甲加上3嘛吼，所以20来加3就是23，23会要来伫板头的下8支来开，2支、4支、6支、8支，23，这就是咱5月15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国旗。咱继续搁来看后一版。咱这版的版头呢是06，咱这版呢是3支着1支的版路，版头是06来开伫第1支啦吼，所以咱对3月14号才来看版头06找到了，咱刷来要先找到版头顶2支的第4支，各位顶3支的开奖日期参版头顶4支的第4支，来先找到版头顶2支的第4支，1支、2支，顶2支的第4支3空，顶3支的开奖日期是材料，个有板头顶4支的第4支是25，所以就是1125甲3空这3支会要来伫板头的下4支，3支会开1支，2支、4支，1125有无？1125甲3空，伊是毋是来开着11甲25，3支来开2支啦吼。来，咱要搁继续来看到，伫4月8号遮板头06小翔甲来开伫第1支，所以咱先找到板头顶2支的第4支，1支、2支，顶2支的第4支15，顶3支的开奖日期4号，个有顶4支的第4支是3日，所以就是控诉15甲3日这3支，要来伫板头的下4支，3支会开1支，2支、4支，15参3日有无？控诉15甲3日，伊是毋是来开着15甲3日，3支来开2支嘛吼？来，咱搁来看到，伫4月28号，板头06小翔来开伫第1支，所以咱板头找到，先找到顶2支的第4支，1支、2支33，顶3支的开奖日期24号，个有顶4支的第4支是27，所以就是24、27甲33这3支会要来伫板头的下4支，3支会开1支，2支、4支24。24、27甲33嘛吼，是毋是来开着24，3支来开1支啦吼。来，要搁来看到5月6号遮板头06小翔来开伫第1支，所以先找到板头顶2支的第4支，1
一期两期27，顶3期的开奖日期是2号，还佫有顶4期的第4期27。所以是毋是2期27？也就是02甲27这2期会要来伫个板头的下4期，2期也开一期，2期4期，有无？27，02甲27，伊来开着27啦吼，2期来开一期。来，咱刷落来，再来看到5月10号板头06，共款再来开伫个第一期，所以咱们先找到板头顶2期的第4期，1期2期28，顶3期的开奖日期7号。还佫有顶4期的第4期是37，所以也就是07、28甲37这3期会要来伫个板头的下4期，3期会开一期，2期4期07、28，还佫有37，所以07、28甲37也就是咱5月15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3期第1期的板咯。来，咱要佫继续来看后一版。咱一版的板头呢是20来开伫个第3期，所以咱是对12月13号才来看板头20来找到了。咱刷落来要先来找到板头顶3期的第3期，还佫有顶5期的第1期参第5期啦吼。先来找板头顶3期的第3期，1期、2期、3期13，顶5期的第1期4期、5期06，参与的第5期是33。所以也就是06、13甲33这3期会要来伫个板头的下4期，3期会开一期，2期4期33，06、13抑佫有33，伊来开着33啦吼，3期来开一期。来，咱再来看伫个1月8号这板头20小翔再来开伫个第3期，所以咱要先来找着板头顶3期的第3期，1期、2期、3期1期。顶5期的第1期4期、5期1期，还佫有伊的第5期是33，是毋是2期1期？所以也就是1期甲33这2期会要来伫个板头的下4期，2期会开一期，2期4期来1期，1期甲33，伊来开着1期啦吼，2期来开一期。来，咱要佫继续来看伫个2月27号这板头20小翔来开伫个第3期。所以咱先来找到板头顶3期的第3期，1期、2期、3期18，顶5期的第1期4期、5期11，参与的第5期是35，所以也就是11、18抑佫有35这3期会要来伫个板头的下4期，3期会开一期，2期4期11参18，有无？11、18抑佫有35，伊来开着11甲18啦吼，3期来开2期。来，咱一只要佫继续来看到，伫个5月2号板头20小翔来开伫个第3期，所以先来找到板头顶3期的第3期，1期、2期、3期13，顶5期的第1期4期、5期20，还佫有伊的第5期是38，所以也就是13、20甲38这3期会要来伫个板头的下4期，3期会开一期，2期4期38。13、20抑佫有38，伊来开着38啦吼，3期来开一期。来，咱一只要佫顺续来看，伫个5月10号板头20小翔来开伫个第3期，所以咱要先来找到板头顶3期的第3期，1期、2期、3期21，顶5期的第1期4期、5期04，抑佫有伊的第5期是11。所以也就是04、11甲21这3期会要来伫个板头的下4期，3期会开一期，2期4期04、11，还佫有21，所以04、11甲21也就是咱5月15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3期第1期的板路。咱今仔日板路的分享就到这为止。你若是感觉我的板路袂歹，麻烦会记得帮我按赞、分享、顺续订阅，不然则感谢咱各位好朋友。